骗集团骗人下载假的投资 App， 被害者几个月来投入1500多万，两个主嫌移送法办。云林县长张立善批评美国土豆进口零关税是咧消费农民，农业部回应无认同这款看台湾无的讲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9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看宜兰罗东一个查甫人是去金仔店假影要来买手指，结果头家娘把这个5万多的金手指摕出来了后，伊煞挂咧就随月头转去。警察接到通报了后，是伫半点钟来抓到人，也毋过这卡金手指恐惊是已经互人转做现金吗？店内监视器有翕到一个查甫人徛伫咧云楼柜内头前，头家娘摕出5万6的金手指要互试挂，无想到讲这个查甫人才一个甲挂咧，人就随走去。头家娘随爬出柜台，撞出店门口，煞目睭金金，看对方骑车转移。他说可以可以赶开的嘛，然后他就跑了，然后对，后来我就追出去了。这个查甫人金手指摕到手，一路骑车往宜兰市的方向。警方随出动哪吒通报专关的警察动员，锁定大约30岁姓吴穿乌衫的查甫人，伫咧短30分钟内，就伫咧宜兰市区抓到人，当场共制服。透过相关监视器画面锁定犯行特征，并通报县内各分局拦截围捕。在警方跨区通力合作下，案发半小时内，宜兰分局即在宜兰市区内拦获无姓犯嫌。虽然警察真紧就抓到人，不过迄卡金手指煞已经无去。警察对嫌犯的身躯顶有超出现金，无排除已经互卖掉。到底嫌犯是欠钱用，也是有其他的动机？目前警察正咧追查金手指的下落，嘛会进一步来了解敢有共犯甲接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桩悲剧，这是发生伫台南一个查某警察的休困日的时，骑奥多拜出门，煞互后壁的骑士甲弄一个砖走错过，后壁游览车闪袂负砖，安尼甲这个警察弄死。也毋过因为这个查某警察伊是休困的时出车祸，所以家属是无通好领到慰问金，当然是打算要募款来甲帮助。野树的下乡专车到停伫现场，感谢人员详细比对采证，日白早起。伫台南药品派出所服务的姓陈女警骑机车经过安南区安和路二段时，互后壁姓陈女骑士追撞，女警机车甲游览车相撞，不幸死亡。姓陈女骑士甲40岁游览车司机酒测了后无酒精反应。一味注意车前状况，撞击正女所骑乘机车后方，致正女机车偏离车道，与行驶之营业大客车发生擦撞。造成正女当场无生命迹象。消息一出，互同事真艰苦，因为女警做警察2年，表现良好，要协助找无路的老人回去厝的诈骗毒品。所属派出所侦破诈骗家人谭爱珍的案件，女警也定被谭爱珍4月宣传反诈骗。只是女警车祸迄日是休假日，无度申请因公死亡抚恤。所属第7分局会以服务人资依法发放一般的抚恤金加公保死亡给付廉总补助。对方捌讲好30岁要互因结婚啊，因男朋友也是做警察啊。30岁嘛，要几档啊？免年啊。日被下昼检察官甲家属相验为体，初步判定是因是交通事故，致使头部重创。警方调查相关画面也发现，车祸迄当时亲像有另外一台游览车伫路边违停。警方初步判定游览车违规，也毋过甲车祸敢是有直接因果关系，也爱鉴定。已经请驾驶到警察局制作笔录，赔偿迄当时车辆的位置甲动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诈骗有影是抓袂离，这云林的检警呢是查到一个诈骗集团，因是用亲戚朋友的这社群的笑号去骗人来下载假的投资 App， 再搁安排一张假影有趁钱的戏，互被害者伫几个月来投入1500多万。即马专案是照诈欺甲洗钱等罪，甲2个主嫌移送法办。警方提搜索票，当场把诈骗集团成员抓起来。这个诈骗集团分工真幼，先导用被害人亲戚朋友的社群口罩，得到因的信任了后，才引导被害人登录假投资 App， 制作趁钱假象，互一个30岁查某被害人几个月来投一个1500多万互骗去。起初，被害人不愿报案，经专案小组多次联系沟通，被害人才惊觉自己遭假投资手法诈骗。有一位李警官，他拿给我他们抓到的车手的照片，我整个人傻住，
因为里面的几位都是之前跟我面交过的币商。等我回头算一算，我前后已经投入了1500多万下去了。警方表示，这个诈骗集团生意伪术洗脑被害人，制作 App 小面一直有咧趁钱。和警方初初咧提醒被害人的时，伊也唔信，一直到掠到车手了后，被害人才买车过来，转向甲警方配合，顺利逮捕10人。指挥警方由最基层的车手开始侦办，经不断的努力追查、循线破获现场的监控兼收水手，又破获其中阶干部，最后甚至契获到该车手集团台湾区的负责人。婚姻地检署讲，本案诈欺集团分4个层次分工合作进行诈欺，专案侦查终结，以诈欺处财罪、洗钱防治法等罪嫌起诉。另外，也有一个姓詹的主嫌登记伫国外遥控诈团运作，目前检警扩大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在高雄举办的全中温游水比赛，竟然是标出落伍成绩。有家长是指控讲，这学校呢是找体育班的囡仔去甲斗3工，讲会有薪水通领。结果囡仔去做5工，一日是做超过10点钟。落尾呢，煞讲因是还未满16岁，所以是袂使领的。即马这主办单位是出面来回释的，讲会提供补偿。何宇慧第6水道台南市。比赛先后写一项选手随跳入水拼死命游，由嘉义县主办的115年全中运，其中的游泳比赛对18到22拢总5工是伫高雄办。主办单位1月底透过高雄市教育局找找学生志工担任场地助理，红山这间学校派出24位高中各中部的体育班学生去参加。原底讲好有薪水，不过比赛结束了后，主办单位说讲也未满16岁，有19个人未当领，这互家长无法度接受。最后一天才说。未满16岁不执行，所以他们去争取。那争取到前天27号，才跟同学说，真的没有办法了，因为学校跟教练他们去争取，就只争取到600块的现金加400块的家乐福礼券。它会有一些福利，包含服装，包含一个用餐的午餐，还有一个所谓的志工的薪资。那但是至于薪资的多少，并没有很明确的说明。校方表示，去年的全中运有甲台南合作过，因此大家就是讲薪水标准拢同款。落尾才知影家己迄边对也未满16岁学生志工认定无同。对此，家己县教育处表示，照规定16岁以上的学生会当做裁判助理，薪水1工1000；未满16岁，敢若会当做志工。因为双方事情无讲清楚，造成争议，会甲津贴补发给囡仔。那我们会依照志愿服务的法规来做一个补救。那我们原则上会核定给交通费，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奖励的一个鼓励他们的一个措施哦，那可能是礼券或者其他一个形式。针对这个争议，嘉义县府除了会设的以外，也讲会全面检讨改进。李校方表示，未来若是有类似的合作，会要求主办爱白纸黑字，甲条件细节拢写清楚，避免造成双方的困扰。记者林伟霆、柯家祖、邱条用高雄嘉义采访报道。1948年出世的台湾本土红仔册画家蔡志忠，伊伫中华会堂的古厝，互人家提报纪念建筑。也毋过，这审议委员却认为讲，这古厝甲蔡志忠伊本人的创作其实是无啥牵连的，所以无符合着纪念建筑的条件。文书工作者是表示讲，这古厝就是蔡志忠咧创作这红仔册的启蒙，批评这审议的结果是违反专业。用简单的线条画出另外人物，甲哲学思想用趣味的方式呈现。这是台湾红仔册画家蔡志忠的作品。1948年出世的蔡志忠是台湾早年红仔册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最近，伊伫中华会堂古厝，互人提报纪念建筑，却无通过定律。伊是伫遮开始学安怎画漫画，画甲超越再超越。伊画的漫画已经销全世界3000万本了。销30几个国家，用10几个语言来伊的创作的册翻译做10几个国的语言。地方文书工作者表示，这栋古厝是蔡志忠画红仔册启蒙的所在。伊伫1960年代开始画武侠漫画，捌制作老夫子吴良燕的长篇动画电影，后来以哲学改编的世界漫画外销侪国家，创下国际知名度。对此，文化局表示，审议委员真肯定蔡志忠的成就，但是委员认为蔡志忠重要创作甲提案的建筑并无直接的关联。审议委员非常肯定蔡志忠先生在台湾以及国际具有相当的艺术成就，只是委员认为他15岁离开彰化后，
它的重要的创作跟本案建物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没有符合纪念建筑登录相关办法它所规范的这个登录准则。文化局强调，审议的过程拢有照相关规定办理，尊重审议会委员的判断。文书工作者批评，安尼审议结果等于是直接切断文化甲历史的根，稍后会寻求行政救济，希望替地方文化资产争取保存的机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这救人真正是咧抢时间，这是新竹县消防局有接到通报，讲有一个9个月的红婴仔呢是伫咧厝内底熊无喘气，而且这心脏嘛停去，救护人员赶紧去到现场抢救，2分钟过了，这婴仔有成功甲救回来，这嘛是消防局利用新买的器材第一个救成功的案例。准备哦，我们要关起来哦，1、2、3。救护人员伫查某婴仔身躯顶装抢救设备，因为状况紧急，每一秒钟拢真重要。经过2分钟的抢救，9个月大婴仔恢复喘气，救护人员唔敢大意，赶紧用救护车把囡仔送病院。那帮他建立进阶的呼吸道，给予高浓度的氧气治疗。那在经过大概2分钟的急救后，那小孩子开始有了明显的自主呼吸。在到院前，消防局的队员很快的使用高阶的婴儿专用的呼吸器，还有急救的很好的急救措施，所以小朋友到了医院之后，很快恢复的心跳。消防局指出，新竹县平均2个月才发生一件婴仔乌开案件，上定看到的就是无气。即摆透过这个进阶喘气器材，会当直接互酸素送到肺部，达到好的通气效果。这个进阶呼吸道主要的帮助是协助我们把那个氧气可以直接很顺利的去给到肺部，因为如果没有用这个进阶呼吸道，可能会造成它的胃高压，胃高压会让胃部胀大，反而让我们的通气跟压胸的效果会大大打折扣。在婴幼儿心跳停止的事故里面，常常是因为窒息引起的，所以现场除了压胸 CPR 以外呢，那个口对口人工呼吸也是非常重要的。救护人员嘛提醒家长，厝内若拄到婴仔熊无气，第一时间爱先做简单的 CPR 急救，安尼会当大大提升后续的急救效果。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经济消息来看，台股今日的早盘是盘到38896点，也那台积电也落到2165块。学者是表示讲，这台股会爬上4万点，主要就是靠这台积电甲 AI 产业的带动。即马外界就开始烦恼讲，那其他的产业敢会大落咧，变作是 K 型的经济。财政部长曾翠云伊是表示讲，这金管会会注意这市场的变动，必要时会有相关的措施。OpenAI 红亚出传出新的用户，还有营收的表现，已经连续几个月无达到内部的目标，引发市场真烦恼。AI 敢会放弃？嘛，互拜日美股4大指数全面拢跌落去，科技股受修正小可，影响到拜三台股表现开低。早盘上价要出现38896点，跌超过600点，然后跌的额就较细，无够扩大。台积电上周5跟本周1大涨之后，那目前看起来有一些调节性的一些卖压出现。那当然指数跟台积电的股价还是维持在大概5日线附近啦，其实也没有真的太弱，但高档出现一些获利了结，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出现。关系到台股加权指数惊势的台积电，拜三同款开低，早盘上价2165块，跌50块，然后跌的额嘛豆豆变小。专家就分析，目前市场上关心的就是拜三美股上盘了后，美国4大公司包括微软等科技股特别公布财报，而且拜四佫有苹果的财报，市场观望的气氛是真高。也若财报公布了后，可能会出现短线趁钱的收买，台股却是短线起较济，高档整理。不止个，因为台股的基本面较好，较无可能出现较大的修正。不止个，最近有学者就警告，台股会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台积电等 AI 供应链的局限。台股是毋是出现 K 型经济，嘛变作是立法院财委会关注的重点。各方的看法都有不同哈，那金管会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变动情形会关注，必要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措施。虽望讲 AI 投资甲营收一直传出会放弃风险，不止个根据彭博报道，因为 AI 相关股票需求，还有台积电的绩效起嚟，台股的市值已经超过加拿大，变作是全球第6大股市。记者综合报道。
这拜五就是劳动节啦，有恁伫银行呢是来做一份上班族职场的幸福感的调查，互上班族家己的职场来拍分数。这当中拍60至70分的是占上济，无满意的原因主要就是有要落成呢，是因为薪水上低，搁有这个加薪水有影是加班。今年5月的这个劳动节呢，数十个劳工团体因也会来办这游行，针对各种这劳动议题来提出改革的诉求。A 有2次 ，B 有3次。运用时间兼职的补习班教课，这位持小者嘛有做展览场和会议的中英翻译等等。伊讲原本在企业做行政6、7档，月级3万2，常常爱加班，身体嘛怕歹去。为着要有更较好的薪水甲生活，时头路做无共兼职，嘛因为安尼薪水加1倍多。就因为想要转换不同的环境跟提升薪资的收入，所以离职。那之后兼职改往兼职的这个部分，就是薪水比之前多大概1.5倍。各几两天都是劳动节，有人力银行做一份上班族职场幸福感调查，甲家己的职场拍60-70分的占上济，有33.8%。无满意的原因有要达成，是因为薪水上低、加薪慢，另外也有公司福利歹，也是主管意见无共等等。他们最希望的当然就是政府可以保障薪资啦，可以让他们的基本工资都有调整，然后呢，因此可以反映物价还有通膨的一个生活成本。然后再来，他们希望呢，政府可以比如说开始倡议周休3日啊，或者是每日缩短工时这样的一个政策示范。根据主计处公布的国内经常性薪资中位数是38,319块，不过全省总指出，国内其实有69.75%的劳工薪资拢比中位数较低。今年5月初1劳动节，因也提出4项诉求，包括要求劳体薪资雇主强制提报率按修法逐年调悬，嘛要修改劳动基准法，针对劳动资遣费的顶限调悬到15%，另外也有加悬劳保投保薪资顶限等等。避免着因未来造成所谓的老年贫穷的问题，我就希望讲透过修法的方式，建构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今年劳动节，全省总和台湾工人斗阵总工会等等数十个团体组成的5一行动联盟，也针对各种劳动议题提出改革的诉求。游行是打算对开刀行到立法院群献楼，因也呼吁国内3大党应当爱出面回应劳工的诉求。记者卢尚珠、郑准由台北报道。云林县长张丽仙是有批评这美国土豆进口零关税，这是咧消灭农民。农业部长陈俊贵伊是回应讲，无认同这款看台湾无的讲法。不过，即马贸易立委是烦恼讲，这美国土豆加工改造是咱国产，安尼对真正是本土的这个产品，有影是无介公平。香港讲的土豆糖、土豆酥，这就是台湾人惯习搁介意的台湾味。未来美国土豆有可能以零关税进口，引发产地飘逝甲市场冲击的讨论。面对外来竞争，产地这边嘛咧想讲爱安怎应用。台湾的这做土豆业者也好，爱甲台湾的迄个土豆，迄个价值观一定爱当讲用标示来当提升伊本身价值。云林是台湾土豆主要的产地，县长张丽仙批评这是白图。农业部长陈俊贵回应，无认同这款看台湾无的话，中央甲地方计空交会会有味真重。身为农业县的县市首长，用这样的话去唱衰台湾农业，我其实不是很认同。那农业的议题不应该当作被政治操作的一个议题。我身为农业大县的这个首长，我为农民发声。没有错吧？有什么错呢？而且呢，这不要什么事都泛政治化，跟政治完全扯不到边。有立委积极伫现行法规之下，进口土豆伫台湾加工做土豆酱了后，就当标示台湾有生产地记录，嘛摆脱本土市场。对此，陈俊贵强调，原物料形态已经改变，属于实质转型符合规定。答应除了协助本土土豆产业升级转型，未来嘛会打造台湾土豆的品牌。这是现在的食管法规定的，它进口来之后，它在台湾加工，它就变成 Made in Taiwan， 这才是真正的习产地。我们也会去争取所有的国外进口的花生，它的原产地一定要标它的原产地，不能标台湾。国产土豆优势是青、炭卡架个底，口感甲芳脆嘛有咱的特色。农业部希望用价值战取代价销战，不过伫贸易大门拍开了后，安怎透过精准的产地来源辨识，让消费者伫买物件时通选择守护在地价值，嘛考验政府的执行力。记者综合报道。
好，虽然讲即摆是还未确定这零关税的美国土豆当时会入来，也毋过咱国内呢受到这气候的影响，种土豆的面积确实是有咧减少。有业者是认为讲，其实这台湾种的土豆是有加较棒，也若这消费者也认为讲，台湾本地这土豆较免烦恼黄壳毒素。伫深溪旧街有名老店的土豆汤拄出鼎，工作人员无用咧称，四界拢是土豆的芳开。第二代头家讲，必然有零关税美国土豆之外，因爱是用台湾的，因为芳开无法度取代。台湾花生还是比较新鲜，台湾花生有特别台湾的味道，特别的香气。卫生条来游客也买几啊袋，因为本土的土豆上好食，万一将来美国进口，也是认为台湾的较安心。怕它比较会有黄曲毒素，所以吃花生要趁新鲜，运输比较长，会比较担心。会担心，会，对，一定会。新店有名福源土豆厂头家张俊元表示，这么用是本土土豆，未来也同款。水分饱满，种出来的花生是特别香。用习惯台湾花生的，我们还是爱台湾的花生。面对美国零关税土豆来势正凶，伫婚姻种土豆人是真烦恼。即马若零关税，这土豆拢毋知要安怎。河北地区种土豆的面积是全国的只2/3啊。河北电农会指出，即马部分的果仔甲土豆种业者拢经历用进口土豆，未来佫较少恐惊用具较济。毋过在地农会无认为，台湾较贵的土豆完全无赢面。客族有做履历。所以咱收入来土豆有验土、验农药、验黄曲毒素，所以咱全程电脑镜跟冷链的控管，所以咱的土豆当然是无问题。花生仁虽然他们价格可以压得低，可是我觉得会有那个黄曲毒素的问题，因为它保存嘛，如果放有潮湿还是品质会受影响，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国内种土豆7-8年期间，为19000多公顷，大概15000多，无够也是靠进口来补足。进口土豆大部分摕来加工，农会甲加工业者拢认为，希望因开始推动青草标示国产甲美国土豆，才能做好市场的区隔。记者综合报道。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伊是去太平岛来主持操演，也毋过呢，煞互越南来抗议侵犯主权。管碧玲伊是回应讲，这守护主权是绝对袂当退让的。也若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是搁再呼吁立法院一定爱支持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也毋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伊是表示讲，无可能白白安尼授权通过1.25兆，颠倒是8,000亿的军购，伊并无反对。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前几天去南沙太平岛主持南关9号操演，引发越南抗议。因讲反对南沙还有西沙群岛进行外国的活动。也若这件代志，管碧玲抱甲海巡人员斗阵去哩中州岛亚国旗的相片，而且严正回应，守护主权绝对袂退让。近年来，我们的救援案件大约是有54次之多。我们经营南海的这个战略展现的就是这样的国家的高度，捍卫主权的事情就是我们坚定的立场。也若总统赖清德伫咧主持将官进任典礼时阵，搁再强调国家需要提升家己的防卫实力，确保真正和平，呼吁立法院支持行政院版本的国防特别预算。为了给予国军最大的支持，行政院提出为期8年1.25兆元的国防特别预算。是能够全方位提升国防能力的关键计划，期待立法院支持政府完整的规划，让特别预算不打折，国家安全更强化。也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专访的时阵，表示绝对无可能抗白授权通过1.25兆，嘛头一摆表达无反对8,000亿的军购。不过却是有传出国民党中央还有党团总调鲍昆萁表示希望是3800亿加恩的形式。那也嘛伫咧29中昼临时召开党团大会，连关地要去爬楼考察的国民党立委行程嘛暂停。3800亿加恩的一个政策是一直没有变的。但是现在是因为朝野协商，那朝野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一些意见，就算把
这个机密的资讯拿掉之后，以现有公开的政府版本，就是大家都可以看的这些资讯，也很清楚的把数量、项目、品项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没有所谓空白授权的问题。民进党立委就指出，国防特别预算是国防部针对台湾战略需求、国防韧性提升做的完整评估，并无因讲的抗白授权，期待条约会当继续对话，扩展协商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来关心的是，这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翁仔某昨是去访问白宫。这查尔斯呢是伫国会来发表演说，呼吁英国甲美国要爱强化关系，来维护民主甲自由。另外，伊也讲到这911事件，也有阿富汗的战争，同时也来表达支持乌克兰，也讲到这气候的变化甲国家安全的议题。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2月伫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查理斯三世表示，虽然两国伫一寡外交议题顶悬立场无相同，毋过两国的命运是牵做伙，呼吁伫无确定的时代，大家都爱团结斗阵。这嘛消透中东战争以来，美国甲英国因为立场无共款，感情愈来愈薄的问题。Whatever our differences, whatever disagreements we may have, we stand united in our commitment to uphold democracy, to protect all our people from harm, and to salute the courage of those who daily risk their lives in the service of our countries. 查理斯三世伫演说当中，对着川普去拄着枪击的代志表达关心，嘛讲暴力的代志绝对袂互伊过手。针对甲川普政府立场无共款的议题，亲像北约、乌克兰，也有气候变迁的代志，查理斯三世嘛真客气。向川普话话。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9/11, when NATO invoked Article 5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was united in the face of terror, we answered the call together, as our people have done so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shoulder to shoulder, through 2 world wars, the Cold War, Afghanistan, and moments that have defined our shared security. Today, Mr. Speaker, that same unyielding resolve is needed for the defense of Ukraine and her most courageous people. 伫国会演说了后，查理斯三世翁仔某去北京参加国宴。川普致辞的时阵，学到查理斯的演说，连民主党拢足认同。Before we really begin, I want to congratulate Charles on having made a fantastic speech today at Congress. He got the Democrats to stand. I've never been able to do that. 查理斯嘛有伫咧北京的布莱尼宾馆见科技业的头人，包括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乔米的执行长苏姿丰、苹果的执行长库克，也有兼阿法贝甲 Google 的总裁布拉迪等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另外，议题来关心的是，这阿拉伯联合大公国2月是宣布讲，5月初1开始，要正式来退出石油输出国的组织 OPEC。伊强调讲，退出了后呢，就会提高这石油的产能，来因应着全球能源的需求。不过，有分析师是认为讲，这可能会引起这石油国家之间的拼这个计数，来降低 OPEC 对全球油价的控制力。沙特阿拉伯外交部长4月2日接见来访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副总理，随后阿联就宣布考虑长期的能源战略甲经济规划，要对5月初1开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还有产油国联盟 OPEC Plus。身为 OPEC 第3大产油国，阿联退出就代表因袂阁受到产量限制，未来就当增加出口，进一步扩大全世界市场。有分析指出，这可能会震荡到 OPEC 长期以来透过产量控制油价根本。这油价一旦下降，对包括美国在内原油消费大国也是真有利。A clear winner for me would be the oil-consuming nations such as the U.S., for example, or the OECD. One could think that as the UAE leaves OPEC, they will try to ramp up production. They have 1.5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of spare capacity, and that means that they will probably rush to increase production. 阿联退出两大石油输出组织，外界认为是对美国总统川普政策有利。罗西亚有专家甚至认为这是美国甲阿联私底下讲好的。阿联退出石油输出组织，增加产量，要换美国的经济援助。油价降低对川普政府是好处，不过若对同款是靠原油出口的罗西亚来讲是相对不利。Давление на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ю Трампа, оно снизится.
Но,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это приведет к 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цены будут низкие, то объем добычи в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ах он тоже снизится. То есть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как бы потребители в США выигрывают, а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и в США проиграют. 分析指出，阿联退出 OPEC 了后，一旦伊朗战争结束、荷姆兹开放，阿联有可能将每一天的产量救到300甚至是400万桶。这对沙特阿拉伯作为市场稳定者角色，会是一项挑战。这两国的关系，伫咧这几年已经出现竞争的形势。双方伫咧石油政策、地缘政治、各外资人才方面，拢有无共意见。事实上，阿联过去已经真侪届拢要退出 OPEC， 不过拢无实际行动。这届正式退出，外界认为这是因能源政策、地缘政治策略调整的重要信号。阿联是 OPEC 第3大产油国，敢若排伫咧沙特甲伊拉克后壁。自1967年加入以来，长期参与全球原油供应的讨论。这届退场可能会削弱 OPEC 伫咧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未来产油国的合作方式可能会产生大变化。公司新闻警员评编译。等来看这台北市府是来举办防水灾演习，市长蒋万安是来做统裁官，利用实兵演练的方式来检视各项重要的应变作为。我们这一次特别是以台风、季风共伴长延时降雨作为一个想定，每一次的演练视同作战，透过不断的演习来检视我们自身，当第一时间如果碰到灾情发生，是不是能够临危不乱？最重要，我们也要谢谢我们地方上各个社区自主防灾的演练，因为在日本，我们看到他们每一次灾害来临，很高的比例都是靠民众以及社区自助，大家自主的防灾，而能够逃过各项的灾难。市政府是有公道讲，对108年开始，就来推动防灾沦陷社区，目前呢已经完成22大，嘛希望讲会当透过这个成果发表，来提升社区居民对防灾工作的认知。再来关心，昨下晡在新北市蘆洲是发生一桩暴力的事件。这是41岁姓尤的男性，伊对一个查某高中生转去厝，人学生的外妈甲里长呢受出面来阻挡，结果伊煞对人起骹动手，害人抽血搁带病院。警方调查结果讲，发现这个嫌犯伊毋是头一届安尼做，所以会照重伤害甲禁烧法等等的罪嫌，加以移送侦办。查某学生放学要转去厝，着急卡互亲人，怀疑伊家己互人对，阿嬷到场阻挡，煞互拍甲真伤重。阿嬷啦，去拍甲规个骨拢毁啦，带刀就是伊个落地啊，底尾啊检查，啊嫌伊落地啊。阿嬷坐伫涂骹，面拢是血，目睭着伤，鼻仔骨头闭起，肝搁破去，当咧病院急救。当地里长随到位，才拄要开喙，赶快互拍到正病的目睭，鼻泪更长去。我就问他你怎么打骂呢？这样子而已啊，他就一眼挥过来，我就眼睛就流血，那时候都脸上都有血了。阿嬷有来跟里长反映说，那个性侵的又出来了，没有想到隔2天事情就发生了。暴力事件发生在新北市蘆洲民族路巷仔口，28下晡4点外，在场的热心的居民做伙压制这个动手的男性，管区接到通报，也赶紧出动。红领的41岁姓尤的男性，互警员压制伫涂骹，随上课带转去。不过，伊甲人骚扰的行为毋是第一届，2年外前就捌对伫女高中生后尾甲人骚扰，经过家长报案，捌互警方侦办，但煞搁犯案。因为就在附近而已，而且他是还蛮常犯的，就是要把他监控起来啊，不然这样子附近人都很危险。经查为一名男子沿路跟踪女子意图搭讪，随后外婆下楼于社区门口制止，犯前竟遭殴打。这届警方查出嫌犯是想要熟识对方，才会对伫18岁学生后壁。不过，伊的行为，警方除了合法书面的告诫，也按照涉嫌犯动伤害、群众骚扰法等等的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建请警方申请预防性的羁押甲保安处分。记者综合报道。辅仁大学伫10当前呢，因为对这查甫查某宿舍的管理是无共，干那查某宿舍是有宵禁。这大学人士指出讲，10当来大学宿舍的管理是有进步，也毋过无介济。统计到单呢，要是有69间大学是实施宵禁的，所以呼吁要爱全面来解读，落实成人自主。
自台中上北伫桃园读私立大学的时，又封带伫咧学寮，年后复合资格嘛有抽到，毋过伊决定要伫咧学校外口租厝，只是这学寮宵禁的规定，煞互伊足困扰。课外的活动，例如说我是学生会嘛，那还有一些同学他们要读书到2、3点，就是尤其在段考前，他会直接去影响到我们要回去的时间，或者是我需要为了点名而回到宿舍。要做散工，自修读册无用社团拢白卡白手。大学联讲，对经济弱势学生是较不利。统计落来，即卖抑阁有69间的大专学寮有宵禁的规定，私立的占67.4%，公立的嘛有14.9%。未输是家长抑阁在控制囡仔共款。学校后续可以透过比如说通知家长啊、祭点啊，然后催诉等等的手段来处置。这样的情况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今天学生需要赶在宿舍宵禁前回到宿舍，在路上的风险就会大幅的增加。大学联讲，2016年附带灰姑娘的代志发生到今，已经无针对查某学寮的宵禁，毋过嘛是阁有真侪间学校的学寮有宵禁。这10多年来虽然有进步，毋过无济啦。甚至有私立大学的校长会说，就是宿舍有宵禁是一种办学特色，特别是我们还发现有2所大学，它只对国际生有宵禁。学生团体要求学寮宵禁的规定，就要全面解除，建议有设5专部的学校，对离未满18岁带学校的人，会使采用无同款的管理方式。若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抑个国民党的立委贾如君是拢斗相听，强调宿舍的安全，无应该真做限制自由的借口。会伫礼拜5立法院议会来质询教育部，未当设备已经改管理的方式抑个对袂着阵。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林덕昨暝呢，是有驾驶伫半路雄发现伊的车窗破去，那像就是互人用这空气枪甲弹着，也因为进前就捌发生过这车身去互人弹着的代志，所以驾驶随来报警察，分局有派人去采证，结果现场有影手发现一粒铁珠啊，未来是会扩大调监视器来厘清原因。相片看到轿车驾驶座这边的车窗碎甲像蜘蛛网，嘛有车身后壁一点猫落去，像互人用物件写着。二白暗时10点外，董事人驶车伫屏东林덕的民生路到半路，煞发现车窗破去。因为董事人讲毋是头摆发生，2月底嘛捌发生过，伊赶紧停伫路边打电话报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打电话，就是我这样走到土地公那边，就警车就来了，可能就是他们报案还是怎么样？可能是一些年轻人那个8+9的那个年轻人是那个 BB 弹的啦，乱射啦哦。附近民众表示有看到警察来，不过这附近罕得发生这款代志。警方监视人员今仔日早起有到现场进行采证，找到一粒铁珠啊，因为附近监视器少。表示会阁扩大侦办，厘清规个案情是毋是有针对性，也是乌白乱弹。于28日林若乡民生路段发生之钢珠随机射击案件，本人局获报后高度重视，已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力侦办，并循弹道物理特性厘清犯案工具，全面收集相关迹证与可能来源。实际到现场，看到事发附近路边的反光镜，嘛有一猫的状况，唔确定是毋是有民众摕空气枪乌白弹。警方表示，防止模仿行为，先甲这路段提升治安重点区域，全面加强巡逻，已经锁定对象办理当中。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南投埔里的地母庙顶日咱呢是有一个59岁姓陈的查甫人，甲朋友对庙里去到地母庙来进香，也毋过伊人煞熊昏去，而且呢无喘气嘛无心跳。加在现场是有一个休困日去到遐拜拜的消防人员，也阁有2个真热心的民众，即时来加入抢救，落尾有成功甲救回来。有快走了，不要紧张。听到消防人员讲有咩啊？现场的民众拢透一口气，因为庙埕头前有一个查甫人倒落去，无喘气，阁无心跳。一消防人员也未到位进前，现场的民众拢随我过来斗相共。3位入新的民众内底，其中穿红色底衫、帮忙做 CPR 的人，拄好是休困的消防人员柯威伦。刚好就是放假，然后进行训练，然后就跑过去拜拜，然后有遇到一个患者欧卡，然后刚好是遇到有人呼叫。说晕倒了，所以身为一名高级救护技术员，所以就是现场去查看，然后刚好看的时候是鼻子式呼吸，然后就赶快立即的进行压胸，然后请人家打119，然后现场刚好地母庙那边也有公众用的 AED。消防队表示，若真讲看到有人昏倒，也是休克，
紧急抢救的时间通常只有4到6分钟的时间。消防队嘛提醒，第一个时间要保持宁静，敲119，大声来叫患者，确定伊较有意识，嘛要观察胸腔较有起落，若真无，就要赶紧进行 CPR。及早发现，然后有及早的 CPR， 那包含现场也有及早的做 AED 监测。他们大概压了3个循环的 CPR 之后，在第3轮 AED 监测发现呢，就已经恢复心跳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现场的学长，还有热心的民众。消防队表示，分期的患者自救护车内面就恢复喘气啊，送去部里移督到病院治疗，救回一命。民众拢讲，这届好佳在有热心的民众，搁休困的消防队员，做伙斗3工。靠我度把人救回来。记者安修南投报道。台南市这几冬来受积极来推动科技推展到全卡的政策，指定国小的囡仔嘛，因为这学校是有开这科技的课程，所以成功来训练 AI， 伫个去年摕到总统杯的总冠军。毋但是学生囡仔感觉真公平，也看到偏乡教育的进步。因无头前的选手拢足专心，精准控制 AI 模型闪避阻碍、拼速度，要伫时间内拍败对手。这阵是台南指定国小的囡仔，因经过几啊届模型失败打击，伫赛场顶由愿冷静，成功训练 AI 伫复杂情境之下完成任务。去年摕到总统杯全国总冠军。目前台南校园专门咧打造智慧教室，要带头启用先定式 AI 辅助学习平台。简单的移动控制，然后就开始一直到要计算这些食物的分数，可以自己做自己想要玩的游戏。小孩子要先去设计程式，然后再去训练 AI， 让 AI 可以自己可以去收集资料，然后它可以改善自己，一直变好这样子。面对时代改变，教育嘛在做转型。指定国小比赛有调整，唔让学生真公平。这背后更加是偏乡教育的进步。教育局强调，绝对袂放弃偏乡。这几冬来，因透过积极培育在地师资，甲软硬体建设，互偏乡的囡仔嘛通和都市的囡仔程度拢会当掠平。这款科技推展到全开策略，安尼会当拍破地理无同的关系和资源无平均的问题。我们的左镇国小还有南华国中分别拿到全国的这个总冠军，那代表的是他们打败了台北，甚至我们台南市一般地区学校的学生。所以从这里可以验证，其实偏乡的孩子，我们在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之下，每个孩子都可以学，都可以扎根他们的 AI 素养。台南市并线上所谓学习，英国平均6个囡仔有1台平板。市府讲今年编22亿，按算4冬内，希望互每一个囡仔拢会当有1台好用。那伫连续12年摕到资讯评比第9的台南市，即阵当一步一步甲校园成做未来人才的培育基地，培养台湾囡仔对得到世界进步。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这台湾传统的说唱艺术念歌，伫个南洋呢也来找到新的舞台。咱台湾的美笑念歌团最近是去到马来西亚的槟城，甲当地破龙布袋戏做伙来推出南洋过番歌，以台语为主，套揽着马来语、英语，也有潮州话，呈现南洋多元的文化。长山的日子实在是真困难。简单的唱词，讲真百年前离开故乡的心酸，也带观众行入过番的历史记忆。有人开始偷偷伫遐咧切目屎，唱的时阵我拢足伤心的，因为我感觉着讲吼，迄个情绪拢起来啊，我足惊我妈对因哭，你知无？Very touching. It's a very touching story, especially the part where the mother is singing. It's very sad. Sangat touching, my heart, my feeling. Macam I was in that situation. So macam sampailah apa yang diorang nak sampaikan tu.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张是以当年传票为原型的纪念票根，每位入场的观众都可以得到一张。南洋过番歌由马来西亚破龙布袋戏负责写剧本，台湾美笑念歌团编写台语念歌，因为编写福建话甲台语相通，另外也用和马来语、英语甲潮州话。台湾现在出名的房春风，咁我伫咧头前嘅时阵，阮用马来鼓讲帮嘅方式，将伊印接成一首嘅歌，伫咧原本嘅曲调面顶一个马来风味。
歌戏为台湾念歌来。昨年甚至文化事处到南洋，即马伫马来西亚依然保留台湾较少看到的表演形式。因的先生所唱的即个歌啊，有阮的先生杨秀京老师所唱的歌啊，哎呀，阮会真明显感觉得到，迄是同一个年代，佮有真侪较古早歌的用法，台湾即摆较无人安尼用。这几年，微笑念歌团透过跨界合作，结合爵士乐、弗朗明哥、人字等形式拓展新观众。普通布袋戏伫传统基础一直咧创新，互现代观众产生共鸣。就是为着讲会使互更较侪人来看到、认捌着念歌，啊，无定着讲大家听一解就讲，这我有兴趣，我会介意，安尼就真好啊。创新的部分，咱会使用各种无相款的元素，包括音乐也好、口碑也好、语言也好。南洋过番歌5月要伫恒春演出，继续伫传统甲创新之间找到新共鸣。公司国际记者马来西亚并城报道。下晡报的天气，稍后咱继续甲时間交互汤啊。今仔日因为方面接近的关系，天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顶部也有局部较大雨发生的几率。啊那透早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是多云的天气。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